依家就戴上你對耳機，放下你部手機，閉上眼睛，靜心聆聽，淨化心靈。粵語版聖經創世紀第6章。當人在世上多起來，又生女兒的時候，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隨意挑選，娶來為妻。耶和華說：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。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120年。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。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，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。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憂傷。耶和華說：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，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，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。唯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。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。挪亞是個義人，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。挪亞與神同行。挪亞生了3個兒子，就是閃、含同埋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敗壞，地上滿了強暴。神觀看世界，見是敗壞了，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。神就對挪亞說：凡有血氣的人，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，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，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。你要用歌培木做一隻方舟，分一間一間的做，裡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做法乃是這樣：要長300肘，寬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邊要留透光柱，高1肘。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，方舟要分上、中、下3層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濫在地上，毀滅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氣息的活物，無一不死。我卻要與你立約，你同你的妻與兒子、兒婦都要進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樣2個，1公1母，你要帶進方舟，好在你那裡保存生命。飛鳥各從其類，牲畜各從其類，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，每樣2個，要到你那裡，好保存生命。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，好作你和他們的食物。挪亞就這樣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樣行了。